兩手叉腰，眼睛帶動頭部望向左後方望去，慢慢漸至正中，望向右後方望去，慢慢轉至正中，望上天，向天上邊望去，慢慢烏低頭望向地，下巴盡量貼近頸邊，慢慢抬起頭來平視前方，眼睛帶動頭部望向右後方望去，慢慢轉至正中，望向左後方望去，慢慢轉至正中，望上天，向天上邊望去，慢慢烏低頭望向地，下巴盡量貼近頸邊，慢慢抬起頭來平視前方，左邊嘅耳朵慢慢貼近左邊嘅膊頭，定至3秒，1、2、3，慢慢升高至正中，右邊嘅耳朵慢慢貼近右邊嘅膊頭，定至3秒，1、2、3，慢慢升高至正中，頭部圍住圓周轉，慢慢烏低個頭，從左邊嘅膊頭開始，慢慢從後邊轉過去右邊嘅膊頭，轉至正中。2，繼續從左邊嘅膊頭開始，慢慢從後邊轉過去右邊嘅膊頭，轉至正中。反方向，從右邊膊頭開始，慢慢從後邊轉過去左邊嘅膊頭，轉至正中。2，繼續從右邊嘅膊頭，從後邊慢慢轉過去左邊嘅膊頭，轉至正中，慢慢抬起頭來平視前方。下一 part 手肩嘅運動，兩手輕握拳頭放喺腰間，左手向右側前方穿出，摸過後腦枕，平肩推出，逐隻手指收返埋嚟腰間，右手向左側前方穿出，摸過後腦枕，平肩推出，逐隻手指收返埋嚟腰間，左手向右側前方穿出，摸過後腦枕，平肩推出，逐隻手指收返埋嚟腰間，右手向左側前方穿出，摸過後腦枕，平肩推出，逐隻手指收返埋嚟腰間。下一 part 腰腿拉筋運動，打開左手掌，眼睛望住左手掌，慢慢升高抬起，頭上滑，過咗右肩順滑向下按右腿，轉返過嚟左腿握住一道氣，拉上嚟腰間。打開右手掌，眼睛望住右手掌，慢慢升高抬起，頭上滑，過咗左肩順滑向下按左腿，轉返過嚟右腿握住一道氣，拉上嚟腰間。打開左手掌，眼睛望住左手掌，慢慢升高抬起，頭上滑，過咗右肩順滑向下按右腿，轉返過嚟左腿握住一道氣，拉上嚟腰間。打開右手掌，眼睛望住右手掌，慢慢升高抬起，頭上滑，
過咗左肩，順滑向下按左腿，轉翻過嚟右腿，握住一道氣，拉上嚟腰間，兩手交叉於腹前，掌心向天，貼住全腹，慢慢向上升高，吸氣，反掌心向天上邊推上去，呼，眼睛望住個天或者手掌背，定住3秒，1、2、3，眼睛帶動頭部慢慢升高至正中，平視前方，向左側邊身彎腰，定至6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慢慢升高至正中，向右側邊身彎腰，定至6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慢慢升高至正中，眼睛帶動頭部向後望，腰向後彎，亦即盡量向後咬，定至3秒，1、2、3，眼睛帶動頭部慢慢升高至正中，吸氣，呼，兩手自然下垂，再回氣，兩手交叉於腹前，掌心向天，貼住前腹，慢慢升高，吸氣至心口，反掌心，呼，順滑向下按至腳掌面，定至3秒，1、2、3，反掌心，慢慢升高，吸氣至心口，移過去左側邊身向下按，呼，順滑向下按至腳踭位，眼睛向左後方望去，定至3秒，1、2、3，兩掌慢慢移向正中，貼住腳掌面，反掌心，掌心向天，起身，吸氣，兩掌升高至心口，慢慢移過去右側邊身向下按，呼，順滑向下按至腳踭位，眼睛向右後方望去，定至3秒，1、2、3，兩掌慢慢移向正中，貼住腳掌面，準備起身，反掌心，掌心向天，起身，吸氣，慢慢升高至心口，呼，兩掌分開，自然下垂。下一 part 膝關節嘅運動，兩手互膝，前後左右各搖動2次，我哋配合埋呼吸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後搖，起身，吸氣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後搖，起身，吸氣，由後向前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前搖，起身，吸氣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前搖，起身，吸氣，從左至右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右搖，起身，吸氣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右搖，起身，吸氣，反方向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左搖，起身，吸氣，慢慢踎低，呼氣，向左搖，起身，吸氣，冇起身，兩手掌捉住兩隻腳踭，定至9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、9，準備起身，兩手掌向前合十交叉，用兩個手臂將個頭托高升起，起身吸氣，呼，兩手掌慢慢向下按，自然下垂。下一 part 腿部拉筋嘅運動，茶壺斟水勢，兩手叉腰，眼睛向左邊望，撇左腳，兩手自然下垂呼氣，兩手掌慢慢向上升高，吸氣，屈膝呼氣，左手撐住左邊嘅雲章，右手叉右腰，左腳向左側前方伸出，我哋嚟作個茶壺斟水勢。定至9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準備起身。我哋首先將個頭托高升起，吸氣，呼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叉翻個腰，收左腳埋嚟，企直嘅人前身放鬆。我哋嚟做右邊，兩手叉腰，眼睛向右邊望，撇右腳，兩掌自然下垂呼氣，兩手掌慢慢向上升高，吸氣，屈膝呼氣，右手撐住右邊嘅雲章，左手撐左腰，右腳向右側前方伸出。我哋嚟作個茶壺斟水勢，定至9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準備起身。首先將個頭托高升起，起身吸氣，呼，右手自然下垂，叉翻個腰，收右腳埋嚟，企直嘅人前身放鬆。我哋嚟做前壓腿，兩手掌向前合十，屈膝撇右腳，左腳向正前方伸出，慢慢俯身，兩手掌抱住腳掌，定至9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準備起身，先抬頭起身，吸氣，呼，兩掌分開，叉翻個腰，收左腳埋嚟，企直嘅人前身放鬆。我哋嚟做右邊，兩手掌向前合十，屈膝撇左腳，右腳向正前方伸出，慢慢俯身，兩手掌抱住腳掌，定至9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準備起身，先抬頭起身，吸氣，呼，兩手掌分開，再叉翻個腰，收右腳埋嚟，企直嘅人前身放鬆。我哋依家做到最尾呢一 part 就係調息拉筋同埋腳踭嘅運動。吸氣，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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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氣，呼。太極熱身運動全部做完啦，我哋四周圍去行下，伸下對腳，仰下對手，
心情好舒暢，好開心。